超級一流水盤，單價3000幾蚊一平方，可以買呢個海景啊，一片無海無遮擋，呢個景觀視野以後都唔會複製㗎啦。樓下就係嘅酒店、沙灘、超市咩都有嘅啊，超大嘅露台，可以一家人喺度飲茶、BBQ 嗰啲嘢啊。呢套房咧就庫型非常之方正嘅，業主重新裝修過啦，地板嗰啲嘢都換咗啦嚇。呢套房就係南北通透嘅，非常通風啊。睇下廚房，廚房係帶有明窗嘅，都夠大㗎啦啊！睇有間乾濕分離嘅。呢套房咧係非常通風嘅，到現場睇嘅感受更加好嘅嚇，可以邊人嚟睇。呢套房之前業主買過嚟150幾個萬，依家咧只需要50萬出頭啊！呢景觀，佢係兩房嘅設計嚟嘅。先睇下我哋嘅次臥，次臥好大嘅，可以放21m8嘅床啦，啊都帶有倉庫嘅。呢個主臥室，主臥室咧就連接個露台啦，可以放喺床上可以望到更靚海景嘅。咁呢套房咧，依家嚟買就好抵㗎啦，單價3000幾蚊，啊總價50幾萬，興趣嘅話聯繫淘寶，唔該。